恭守上帝话，咱做伙来恭读上帝话。今日要读看的圣经是诗篇129篇第1节到第8节，伫圣经的679面，请掀开的兄弟姊妹，也是看头前的投影片，显着咱做伙来读。请以色列就讲。对于我细汉的时，因斗斗苦楚我；对于我细汉的时，因斗斗苦楚我。总是因为我较赢我，我个人离我的较接拼，离交魂拖真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伊有斩断歹人的手，见那万分惜安的。原因拄着见效，原因亲像厝顶的麦大丛照孤单，挂的挂无满，下的下无归揽，过路的也无。愿耶和华赐恁福气，愿奉耶和华的名，甲恁祝福。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照伊的话来行的人。讲道今日牧师要对咱传讲的信息是恶之不能忘。后面的时间交予曾牧师。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角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主，看你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搁来一摆要对你的话三角实。主，看你的话，互咱伫阮的生活甲生命中诚侪最大的帮助。无论阮拄着什么境遇，无论阮面对什么款的头前的路，拢有你一路引带。但即时也看见你的心充满伫阮，互阮让对你的话更加深入的了解甲明白，诚侪阮信仰。最大的养分，伫遮来坚固徛在，享受上帝你所要赏赐阮水阁好，丰盛阁富有。但是我们对你的话生还是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大家平安。诗篇129篇，一首叫做什么？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台湾话叫什么？上行的诗啊，上行的诗啊。所以咱常伫诗篇的中间读到即个上行之诗这4字。上行之诗究竟是啥物意思咧？顶礼拜迄个咱的杨牧师有小可讲一下吼。当然有一寡兄弟姊妹，还佫有一寡谣语，牧师佫来小可解释一下，啥物叫上行之诗咧？这个上行之诗是规约圣经中拢总它120篇到134篇的中间，有15首的诗篇，被称作上行之诗。意思咯，向上的歌，也是讲爬行的歌这是古代以色列人前往耶路撒冷圣殿敬拜、朝圣的时，对各地向上爬。因为迄时伫山顶嘛，山的中间所以因伫遐爬是所吟的诗歌。伫遮咧上顶什么？因灵命灵性的提升，特别对危难的中间，行即个拯救；对世俗的中间，转向上帝，一个团结一心，伫遮来敬拜的过程。咱像咱今日三角组织伫即个所在团结伫遮敬拜。伫遮上三个努力伫即条信仰的道路行一样。为什么会称作上行之诗咧？当然，咱伫遮知影着伊的地理环境，信仰的什么高升的意思。我想有一句话，大家拢真欢喜有一段诗，咱拢真欢喜的诗就是什么？诗篇125篇第2节，伊遮讲正山包围耶路撒冷。耶和华也安尼包围伊的百姓，对即碟到永远。
咱知影虽然耶路撒冷并毋是讲比周围山有较悬，总是啦，伊是伫即个犹大山地的即个山脊线山脊线的顶面。当然，因为上悬峰，虽然地形较悬，东边有橄榄山，北边有斯科普斯山，搁较悬的山势，所以直接讲啦，正山围雷。是因为啦，伫即个视角的顶面，耶路撒冷处在伫即个中央的位置，东西南北拢互即个原地包围，形成一个自然的什么的防卫墙，象征着上帝对百姓的保护。所以讲，正山包围耶路撒冷，耶和华也安尼包围伊的百姓，对直接到永远。因为啦，耶路撒冷是处在伫中央的位置。所以以色列人无论对倒落一边来到即个耶路撒冷，拢若像咧爬山共钱，需要一步一步爬起哩。这象征着伫信仰的路程中间，咱的心灵、咱的信仰也安一步一步向上，更加接近上帝。其次咧，你讲即个爬起啦的仪式有一种讲法，认为是这15首诗篇。应对的对应的是讲圣殿中，伊分挂妇女院，甲以色列院的15级的即个楼梯，这是伊每上一个楼梯甲爬一楼梯，我毋知影拄仔咧爬咱教会楼梯，你有哪爬哪唱歌无爬一刻就爱吟一首诗歌，所以佫称做爬起来的歌，是讲爬楼梯的歌最后牧师要讲的，讲这15首上行之诗，记了雕圣者伊生命成长的历程，有心内困苦的人，伫困境中对上帝呼求，咱是120篇。讲四面看无路的时，伊就山仰望祈求上帝的帮助，121篇。也对圣殿的渴望意爱122篇，以及对上帝感恩懊恼等等133篇到134篇。所以伫咧读这个上行之诗的时，咱也会当回想着家己人生，咱所行过的路，是毋是也好伫每一个关键点得到上帝的帮助，互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更加更较亲密，更较亲近的。拄仔咧讲雕圣者咱敢知咱即摆有一位伫做雕圣者，恁知影无？林牧师啦我你讲真无简单呢。伊一工爱行20-30公里，敢若看伊顶悬讲拢总35000、40000、45000、47000，迄个步我讲我迄阵去土耳其，敢若行2万步受不了我行4万步加一倍不过这种需要训练啦。当然久无行也是啦，拢爱训练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牧师呢去行迄条路，转来我想前几天应该有较用不过一项拍较乌啦，我毋知影啦搁一项就是啥物的信仰，是袂当搁较坚定，搁较徛在咱甲看伊转来的现象，都知影所以总结这个15首的上行之诗的内容甲特色，第一就是是挑圣者的歌，诗中充满着对耶路撒冷、对圣殿的孝念甲热爱，这样表达了对上帝的渴望。所以第二对上帝的信靠甲感谢，伊内容常常提起到上帝什么的保护甲赦免甲上帝恩典。第三就是将信仰甲生活连接起来，包含对什么家庭、工作以及人甲人之间的互补相处、彼此的祝福。总讲一句，上行之诗是什么？代表将信仰用伫咱的生活中间。所以咱来讲爬山，伊讲牧师呢咧讲这雕像，伊讲这以色列人咧这个雕像的旅程中间，第一段将生命对家国断什么孤芳，是咱甲上帝
之间三度的过程。所以今仔日圣安讲的读经本所选的经文，诗篇129篇，这一篇什么？团体祈祷的诗篇。诗篇中间讲起以色列的痛苦甲毋望，充满着一个苦难中的这坚定，以及对上帝公义审判的的渴慕。所以诗篇中间，这个诗歌俄罗斯案，因此有这个圣经学者一定推断，可能是狩猎归回以色列百姓中间无爱出名是讲无爱讲起因名的诗人所著作的。整篇的诗歌中间会当分做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40，诗人讲起虽然以色列遭受了对敌的压迫，上帝却用公义的手拯救以色列这历史的事实。第二部分是分做5到8节，诗人对这个艰难困境的中间，用属天的眼光、信心的目睭来看见，看见什么？摇摆的对敌必定受上帝公义的审判，伫遐来毁灭。所以规首的诗篇回顾过去的苦难，看见上帝过手，伊就有这个信心，伫遐来展望伊的未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个环境虽然艰难困境的中间，压力真大，咱的生活好像伫个磨练的中间，当咱感觉家己拢像一块互人反复伫遐咧经历的即个土地敢若去用北几啊层迄个皮共一样，生命被压迫伤痕累累，非常忝的时阵，咱要如何重新得到气力咧？咱心中毋茫搁伫担落咧。所以诗篇129篇，正是为了遐个当年受苦中间追求毋茫的人所写的。这一首关系到生命存活的诗篇，更加是一首关系上帝公义的凯旋之歌。所以对今仔圣安讲的主题，恶字袂当袂记哩，恶之不能忘。咱毋通将历史过去历史，还是咱现在都拄着，还是过去所拄着，甲袂记哩。我相信有人对别人对咱较歹咱拢会记哩甲别人对咱较好的时，有时会袂记哩，你敢知？为什么？对陈老师讲一句成语啦，讲忘恩负义啦，对家来啦这是人有时歹记条条，好拢袂记哩啊！我用一个上简单，爸母对咱有好无？但咱相信会忽略爸母对咱的好。拄看到咱姊妹伫遐流目屎表示讲爸母的老母的过往。其实我老母101的过往时，我若心情毋甘，那是会流目屎。伊养育咱，对细汉到大汉，伫甲咱邀请，用个真疼咱，过往毋甘。我想这拢是一定的流目屎。不然欢喜的是因为伊有信主，信咱的上帝，所以转去倒位，天里永远福气的所在。今仔咱有一位吴姓的牧师，是毋是转去49非常少年，我感觉真福气啦。安怎福气你敢知？伊免阁受世间的艰苦，通到遮，无论年岁少年岁多，伊拢是为着上帝做工。会当转去什么福气？伊免阁受了后壁这段苦楚，阁受了这段磨练，伊尽忠职守到最后，这是一个通欢喜的事。所以，咱伫遮咧感受了这个圣经在伫遮咧讲生命的存活，这个诗篇的时我都要讲这上帝凯旋这个。上帝公义的歌所以你讲诗篇的主题讲歹毋通袂记哩这个牧师要甲兄弟姊妹来思考几个方面。头一个是什么？伤痕累累，却
袂安那互赢过。诗篇129篇1节到4节安尼讲，意思就讲，当我对我细汉的时，因豆豆苦楚我；对我细汉的时，因豆豆苦楚我，总是因袂捌较赢我。犯例的人勒我的骹脊饼，勒交魂拖真长。耶和华是公义的，又斩断歹人的手。所以对诗篇的中间一开始就，互以色列人应该爱记牢过去所承受的痛苦甲伤害。因为如果人若袂当对过去的痛苦经验中间取得教训，学习到成长的智慧，那呢过去所受过的痛苦甲伤害，就安那一摆搁一摆。诚做咱心的伤痕。所以兄弟姊妹，有人安尼讲吼，失败为什么？成功之母吼，失败为成功之母吼。这句话只敢讲着讲对一半而已啦，敢若讲着对一半。为什么？因为咱如果若袂当对这失败的中间取得经验甲教训，找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的错误。还是讲误判，伫安那来失败的话，然后你来当伫即个失败中间，伫遐校正即个方向，找到正确的方法甲策略，你若无伫遐找出，那你失败啦，会个重复即个失败，无可能会引到成功。所以咱爱记哩，错误只会重复失败，只有成功才会安那。复制成功，所以咱求上帝，互咱有智慧，伫遭遇着失败、挫折，还是苦难困境的时，一定爱拍破过去旧的惯性思维，你来更新你头壳内的即个思想，还是讲思维的定式程式，你来小可专心一下，用新的眼光来看，来挑选正确方向甲目标，才会当安那。排除即个失败，迈向即个成功。所以伫诗人讲，对我细汉的时，因豆豆苦楚我。咱知即个苦楚，毋是一时的，是长期的、反复的。所以诗人用一个极其生动、佮痛苦的譬如讲，哪像啥物？哪像即个犯例的人，例外啥物？骹脊饼，例交魂拖真长。而且来描述这个受压迫者，伫这个受害者的心，这压迫者伫这个受害者的身上留落安那真深重的创伤。那是安那皮开肉裂，总是第二节去互咱看去一个极大的安慰。总是因安那袂捌较赢我，为什么呢？因为赢我是公义的，又斩断。歹人的手，兄弟姊妹，这甲咱讲一个真理：对德会当伤害你的身躯，会当折磨你的精神甲情绪。总是，咱只有这个坚定的信仰，相信上帝有安尼保守看顾，那呢，对德就永远无法度赢过你。你所有的挫折打击，拢要化作滋润生命的养分。帮助咱的生命不断地安那向上来成长，变得更加那坚定勇敢。所以咱一定要相信上帝会伫迄个关键的时刻砍断束缚你的手，互迄个沉重的犁头安那停落来。正像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甲13节所讲的，所以。家己掠做徛在的，着谨慎，行了跋倒。恁所拄着的刺，无毋是人的相似，上帝是信实的，无要互恁拄着刺过头伫恁所会当当，就是伫受刺的时，会散开脱出的路，互恁当会去。确实，上帝必定会经过咱。要为咱开出一条活路，互咱伫即个山穷无水尽、义无路的时，看见啥物？柳暗花明，搁一村
这就是咱性命的水。兄弟姊妹，咱试想看觅啊，这个对敌是治罪的，咱理所当然认为对敌的遐人啊，欺压咱、折磨咱，互咱感觉真痛苦的人。譬如讲，总是伫安那咧批评你，却无你正面安那帮衬的头家，会讲主管，会讲常常啊，伫人的面前，互你安那见笑，互你安那恶得担当，还是讲伫背后攻击你，恶意安那栽赃才会小人。总是咱袂记哩。咱最大对立是啥物？就是罪恶。兄弟姊妹，当咱咧谈论这个罪恶的时，往往感觉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总是伫诗篇129篇的中间，诗人将这个罪恶具体化，做一种极其残酷的图像，你的交魂拖真长。所以兄弟姊妹，罪恶并不是无伤大雅咧，伊是带有迄个毁灭性的溃烂，所以咱必须正式看待这个罪恶的本质。兄弟姊妹，诗人是安尼讲对我细汉的时，因都苦楚我，因豆豆苦楚我，这是对敌本质上，所以罪恶关系化身，试想看觅。罪是毋是常常苦害咱呢？联合上帝心意的这个大鼻王，伊拢忍不住伫诗篇51篇50安尼吐开讲，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伫罪中间，我的老母怀孕我。兄弟姊妹，人犯罪的能力实在是非常的可怕。咱毋通是讲细汉囡仔天真无邪，咱来知影，伊只是抑无迄个范围的能力伫遐犯罪咧。一旦有能力的时伊就真容易犯罪。有时囡仔破坏力真强咧，你捌拄过无？我想做保姆应该拢会当知影。你若无注意我会记我捌看过一个影片，讲一个2岁外囡仔，你敢知影？因老爸有在迄个机器伊记咧看老爸用伊来样操作，甲厝的当中毁坏了迄若足厉害细汉真细，若无注意家己拢赶死去所以对囡仔来讲，咱爱真细腻所以咱知影这细汉囡仔咱要安怎有水果好的教育伫宗教教育内面来，互因得帮助所以使徒保罗也伫罗马人书7章15节到14节，伊也描述人心内的苦，内心的苦。伊安尼讲，伊讲我所以爱好我无去行；我所毋爱歹偏反转去行偏偏去行，这种痛苦挣扎。所以保罗指出这是什么？这个日子最好由得我，只行出来又不得我会惊恐。这意思就是罪这个罪伫这肉体内面，地到善恶无法度按照伊的意愿去行。所以诗篇129篇3节，深动的描写，哪像犯罪的人勒我的骹车柄，勒交魂拖真长。兄弟姊妹，罪对人的伤害，就哪像沉重的这个金属的这个犁头，强行破开这个流软的这个土地，也是讲这个钉的土地，罪恶的痛痛，伊伫人的灵魂甲生命中，一定会留落伤痕。咱知影罪恶是持续的，犁交魂拖真长，代表这种压迫，并且1万年久就会消失去。有时伊会陪伴军队着咱真久真久，所以咱真正必须承认，伫这个对路的世界内面，罪恶确实会带予人极大的痛苦。所以咱一定要求上帝的怜悯甲帮助，互咱无搁再伫遐
犯罪，会讲受罪啊啦，甲你指引，甲你束缚。感谢上帝，最后会当留落伤痕，总是却袂当夺走属上帝人的性命。诗人伫遐对后面宣告讲，总是因袂捌较赢我，因为上帝的介入砍断即个歹人的锁。咱知影伫古代即个犁地需要用锁牵引着啥物精神，所以当上帝砍断即个锁，迄个残酷的犁头就无法度搁再向前前进。即甲咱讲，最后的靠点是有极限的。上帝公义，毋是冷眼旁观，你是伫这个关键的时刻，伊会终止即个罪恶的啥物？罪恶的残害。所以上帝无用阮罪恶永远欢迎，伊的公义就是受苦者的毋望。第二项，罪恶转眼就消失去。上帝祝福是永远的。第5节到第8节，诗人将伊的眼光对环境转向即个永远的主上帝。伊讲，既然怨恨失安的原因拄着见效退后，原因亲像厝顶的草，未大丛就高大，挂无满背，下的下无归人，过路的人也无讲。愿耶和华赐恁福气，愿奉耶和华的名，甲恁祝福。伫这首诗歌的这个后半段，诗人的话语转向对公义的呼求，伊求上帝，互遐个怨恨失安的人见效倒退，因将歹人的行性全部譬如做厝顶的草，遐会姊妹。厝顶的草，即种草伫这个厝顶薄薄的这什么？薄薄的土中，虽然起头生得紧，总是因为无根，日头一晒就伫遐高大。因无修改的价值，修改的人袂袂伫遐袂轻易过，过路的人也袂也袂互。因任何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恁福气。咱知影这是以色列人因百姓中间互相祝福的请安话。当然了，因所有的祝福，拢是对上帝所来的，对你因信上帝的因果。兄弟姊妹，你是毋是有看见？咱一生所有的祝福，拢是对上帝来的。如果咱若离开上帝，就像厝顶的草，无根、无价值、无即个祝福，伊真紧就伫遐来高大。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歹人的势力，短期来看，好像高高在上，那像生伫即个厝顶，其实是富贵低命，最后无人祝福。所以咱属上帝的百姓，虽然捌被即个雷甲咱拖过，总是却有啥物？有根有基，最后必定会见证上帝的救赎，也会当得到即个永远的福乐。这兄弟姊妹，当咱咧受苦的时，拢会感受家己所承受的苦难实在真大。毋知影什么时阵是尽头，所以咱看遐个压迫咱的歹人甲罪恶，感觉因着像大汉人一样，恶势力、凶猛阁强大，伫咱我要喘袂过去。兄弟姊妹，伫即个所在，诗人安慰鼓励咱讲，毋通毋通看即个短暂，咱都要看即个永远。毋通看伊的强大，都要看是毋是真正有迄个价值。所以诗人遐远离上帝的歹人，因支持即
厝顶的草，厝顶的草，看起来兴旺，其实什么？其实是低贱的。阮若无值得咱去欣赏甲嫉妒，所以咱所爱渴望的，是迄个真正具备有永远价值的，伫永远价值的即个天平即个亲爱中间，遐个厝顶的草，根本是极其脆弱，无未来也无祝福，最后只会当见效退后，最后只有孤单。请兄弟姊妹，当你的性命，互你的生活啊，伫安那喘袂过去，是咱啊背后即个犁的沟深不可测的时，请你爱记牢诗篇129篇。咱的上帝毋是对痛苦看无的上帝，伊是会当互咱伫即个黑暗中唱歌的上帝，伊是慈悲怜悯佮公义的上帝。当你呼求，伊必定安那赏赐伊的恩典，互你有力来挺过去。伊要为着你来开出一条活路。当你渡过死亡的艰难，伊要砍断迄条锁，帮助你重新得到快乐。所以咱毋免欣赏人，特别即个歹人一时的讲迄个嚣摆骄傲，迄不过是厝顶的草。伫艰难中间，咱搁爱安安掠掉心中的毋望。咱的信心不在于咱有快乐会当家己挣脱，是在于咱有一位真正慈悲疼痛的上帝。所以求上帝，咱家己咱快乐，互咱伫受苦的中间会当唱歌，因为亲信公义的主已经得胜，伊要保守咱，直到迄个无伤痕的日子来到。所以咱要夹把山，自行看迄位会当伫荒凉的犁沟中间，证出性命甲毋望的上帝。愿上帝会当祝福咱，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面前，看你也帮助阮。伫阮的中间有阮的姊妹，伫遐随咱艰苦病痛的时，有你的手伫遐扶持帮助。主，求你也特别帮助阮，伫即条圣恶的道路，看见上帝你的阳光甲毋望，互阮特别伫今仔日你的话顶面，请做阮最大的帮助。主，阮将这一切拢归荣光你。阮祈祷你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